色牆顧名思義要設計得與別不同一啲。一入屋，所有人嘅視線都會聚焦喺嗰一點度。要與別不同啦，其實都唔需要太過花巧嘅設計，反而以低調嘅黑色，再配合埋轉角位呢，都可以突顯幅牆嘅立體感。荃灣海灣花園樓齡都有25年，但好處係廳大房大，實用率高。呢個實用面積大約570尺嘅3房單位，只有一對年輕夫婦住，設計走簡潔路線。Jaco 啊，想問下咧，電視機後邊嘅特色牆咧就用全黑色嚟做設計啦，咁個用色都比較大膽，同埋咧又延伸去到咧入邊嘅走廊啊。其實點會有呢個設計咧？其實咧，當初我哋同客人傾嘅時候咧，咁就了解到客人中意木色啦，同埋黑白灰呢幾隻顏色嘅。呢幅特色牆咧，咁我哋就用咗文化石磚做咗一個底啦，咁然之後仲有一幅黑色嘅背板延伸埋去個走廊度。咁另外我哋個層板上面咧都花咗少少心思嘅，因為一般嚟講咧，其實層板咧我哋用木嚟做，咁但係如果用木嚟做嘅話咧，就會相對嚟講比較厚嘅。咁今次我哋就選擇用鐵啦，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線條再簡潔少少。咁如果係話即係呢個層板嘅食力嚟講咧，會唔會話即係我唔會擺到啲好重嘅嘢咧？其實咧佢受力方面咧係唔需要擔心嘅，因為喺做法上面嚟講咧，其實我哋將佢咧係收咗喺個背板嗰度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喺力上面嚟講係足夠嘅，即係擺書嗰啲都係冇問題嘅。唔講唔知啊，設計師都稍作改動，先至放置到三邊嘅櫥櫃。趟門你見到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佢原本係廚房嘅入口嚟嘅，咁而家呢一部分嘅位置咧，其實就係牆身嚟嘅。咁我哋拆咗呢個牆身咧，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原本個積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窄嘅，咁佢只能夠做到一邊嘅櫥櫃嘅啫。咁我哋拆咗呢幅牆啦，咁就開放翻呢部分嘅位置啦，咁就將個雪櫃位咧就收咗喺門後面呢個位置，咁相對嚟講而家就可以用到三邊嘅櫥櫃啦。Jaco 我想問下咧，咁飯廳咧就係以屋主咧另一個中意嘅顏色啦，啡色嚟做主調啦。咁另外咧都見到幅特色牆咧伸延去到天花喎，點解會有咁嘅設計？其實呢個設計咧最主要咧就係想區分翻飯廳同埋客廳啦，而延伸上天花咧係因為我哋想個感覺上面係更加強烈嘅。咦，咁呢幅牆身咧又係咪木材嚟嘅咧？其實佢係一個木飾面嘅膠板嚟嘅，咁我哋今次就選擇咗3隻唔同顏色嚟做拼花啦。咁點解唔用真嘅木材嚟到做咧？因為真嘅木材相對嚟講係有個厚度喺度嘅，有呢方面嘅考量啦，咁我哋就選擇咗用膠板。由於係兩個人住，設計師將向海嘅2間房打通，採光度十足。房嘅另外一邊做咗衣櫃連飾櫃。呢個衣櫃咧其實係內有乾坤㗎。一打開咧，入邊就係一張梳妝台，咁所以咧梳妝台上邊空間都唔會嘥咗，可以用嚟儲物。為咗唔會令到間房太有壓迫感，房嘅燈都係同廳一樣用咗射燈。由於加高咗地台嘅儲物，同埋訂做咗2個大櫃，主人房使咗85000蚊裝修，廚房亦都用咗88000蚊。分區嚟講，呢2個位係全屋使得最多嘅地方。整體加埋裝修費502000蚊。